深圳仙湖植物園暨龍磚塔位於梭羅湖之北，搭仙湖植物園環園觀光線計劃，最近嘅停靠站係梭羅湖。喺天上人間大草坪，見到龍磚塔就喺不遠處。朝住龍磚塔嘅方向走，見到呢個樓梯就係通往龍磚塔架啦。龍磚塔前嘅平台有回歸蜘蛛漢白玉雕塑，塔有7層，高21米。係森林山火嘅監察點，亦係植物園內一處遠眺嘅好地方。根據官方介紹，遊客登上塔頂可觀賞唔同煙雲、蘇鐵園同天上人間美景。唔同煙雲係指唔同山地雲霧繚繞，宛如仙境，係深圳8景之一。此外，植物園有一個熱門景點——香港回歸紀念林，從上面俯瞰嘅話，會見到紀念林嘅輪廓，就係中國嘅版圖。龍磚塔就係園內可以俯瞰回歸紀念林嘅最佳地方之一。不過拍攝當日，塔嘅3樓以上冇開放，遊客最多只能到2樓遠眺。喺2樓亦可以見到大部分嘅中國版圖。如果塔頂有開放，視野肯定更好。